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cob。今日咧，我要嚟教大家嗰個眼睛嘅部分啦。眼睛咧，佢可以有兩種唔同嘅，例如即係你眼睛可能就係你一雙眼睛都冇，亦都有可能係你有四雙眼睛齊晒。不過咧，呢度咧就冇可能會產生有嗰個，呢度就冇可能有一雙眼睛至兩雙眼睛嘅存在，唔係一雙眼睛至三雙眼睛嘅存在，因為佢應該都係從零雙變到一雙，跟住從一雙變到從一雙變到四雙啦，跟住從四雙變到還原嘅。跟住咧，你睇我而家呢個狀況咧，就係冇任何一個眼睛嘅。如果咁樣嘅話咧，就要咁樣。上回左手上勾，右手下左手回，跟住左手下，跟住左上角，跟住成個黃面放喺你左手掌心度，左上角。注意，即係左上角，一陣間我哋會先變左上角，跟住再扭，再變左上角嘅。我哋先咁樣，我哋會做勾上回下。如果呢邊未好嘅話，繼續做勾上回下。仲未好，再做勾上回下。仲未好，再做勾上回下。跟住如果好咗之後呢，你哋唔好咁樣喎，要你嘅左手邊向上抬一層，跟住繼續變勾上回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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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住直到呢邊變咗黃色，跟住再變翻，再向上，再做勾上回下。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直到呢度好。跟住咧，你會發現你變到一雙眼睛。跟住咧，呢個時候，你呢張眼睛放喺你嘅右手邊，跟住做翻啱啱嗰個公式，上回上，呢次係左手嘅上，跟住勾。下右手嘅下，跟住回左手嘅下，跟住咧又係做勾上回下啦。你睇，跟住呢度覆完咗之後咧，呢度變咗黃色之後，再變第二度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上回下，勾上回下。跟住咧好咗之後，如果你下一個係好嘅，咁你再扭一齊，跟住再做勾上回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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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呢度好。跟住咧，你做完之後咧，會發現四雙眼睛都齊晒。跟住咧，有可能呢度唔係對齊嘅，而係都係亂嘅，即係呢度係一雙眼睛。即係冇完全還原嘅一面咯。我哋如果係咁樣，我哋會先講全部都冇完整嘅一邊。等陣先，我先做咗。變咗咁樣之後咧，你發現咧，而家係冇任何一邊係好嘅一邊啊嘛。跟住咧，你做上回上勾上勾上回下回下下
跟住咧，你會發現可能會變咗3個，或者可能係直情復原啦。不過基本上冇乜可能係直情復原啦。跟住變咗3個之後，完全復原咗嗰邊，放喺後面做上回上勾上勾上回下回下下。有陣時咧，可能已經復原咗，不過我呢個係特別情況，就係未復原。我哋呢次就要再做一次上回上勾上勾上回下回下下。我今次嘅教程就到呢度，拜拜。